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上角最近介紹咗對身體各器官最有益嘅飲品，咁今日呢就要介紹各器官有益嘅食品啦。咁呢個篇幅比較長，所以要分為兩個嘅視頻介紹嘅。先講4樣啊。其實呢個最適合我哋器官健康嘅食物呢，佢嘅原則就係要均衡、要圓形同埋抗氧化嘅，依據器官嘅特性嘅選擇呢，咁就能夠有效維護身體嘅機能啦。先同大家講嘅就係大腦啦，我哋要促進佢嘅記憶力同專注力，係可以減慢佢嘅退化。有幾樣嘅食材可以選擇噶。第一呢，就係藍莓，因為有豐富嘅抗氧化劑，所以有助於保護腦嘅細胞。第二樣呢，就係堅果，好似核桃啊、杏仁呢啲啦，係有豐富嘅維他命 E 同 Omega 3嘅脂肪酸，可以幫助腦功能嘅。第三呢，就魚類啦，好似三文魚啊、青魚啊，因為有豐富嘅 DHA， 可以支持神經元嘅健康。第四呢，就係飲品嚟嘅，綠茶，佢含咖啡因同埋兒茶素噃，可以提升你嘅認知功能嘅。最後嗰樣呢，就係薑黃，因為佢有薑黃素，呢樣係一種強效嘅抗發炎成分，可以支持你嘅腦部健康啦，同時亦可以降低阿茲海默症嘅風險添。另外個器官呢，就係我哋嘅心臟啦，係促進心血管健康嘅。有幾樣食物，第一呢，就係核桃，佢有豐富嘅 Omega 3脂肪酸啦，可以降低壞嘅膽固醇 LDL， 減少發炎，同時改善我哋血管嘅功能噃，咁就可以幫助預防心臟嘅疾病，同埋支持整體嘅心血管健康啦。第二樣就係牛油果或者叫樂梨，佢有豐富嘅健康脂肪同埋鉀，係有幫助降低我哋嘅血壓嘅。第三樣呢，就係燕麥，佢係有豐富嘅可溶性纖維，能夠降低壞嘅膽固醇 LDL。第四樣呢，就係黑嘅朱古力，嗱70% 以上嗰種嘅黑朱古力呢，佢含有黃酮類嘅化合物，可以幫助改善血管嘅健康。最後要介紹嘅就係橄欖油啦，佢嘅不飽和脂肪酸呢，可以有幫助減少心血管疾病嘅風險。第三個器官呢，就去到肝臟啦，我哋要促進佢嘅排毒同埋佢修復，要食啲咩呢？有4樣嘢。第一係綠葉嘅蔬菜，好似菠菜啊、羽衣甘藍，因為有葉綠素啊嘛，係可以幫助清除毒素嘅。第二呢，就係大蒜啦，佢含有硫化合物，呢樣呢可以幫助你個肝臟酵素嘅啟動嘅，咁就促進解毒噶啦。第三呢，就係一種草本植物叫乳製，可以促進肝臟嘅細胞修復嘅。最後就係葡萄柚啦，佢有豐富嘅抗氧化劑啦，可以幫助降低發炎同埋保護肝細胞噶。第四個器官呢，就係我哋嘅腎臟，我哋要幫助佢排毒同埋維持電解質嘅平衡嘅。有4樣嘅食物呢，係可以幫到噶。第一係蔓越莓 cranberry， 呢個可以幫助預防尿道感染同埋保護你嘅腎臟啦。另外呢，就係蘋果，因為佢豐富嘅纖維呢，可以助呢個嘅腎功能嘅。第三就係魚類，含優質蛋白質，而且佢係低磷，對腎臟呢，佢嘅健康係有益嘅。最後嗰樣呢，就係花椰菜，即係白嘅花椰菜，我哋廣東人叫嘅椰菜花，白色嘅，佢有低鉀低鈉，所以適合腎臟嘅保健。以上介紹咗4樣，跟住仲有5個嘅器官，喺下一個視頻為你再詳細分析啦。有興趣嘅朋友記住唔好錯過啦。多謝你哋收聽。